迄是1945年4月的代志。5月囡仔出世，8月战争结束，外面一世界拢是炮仔声。19岁美满，锁伫厝内抱囡仔看红色相片咧哭，毋知未来要安怎过日子。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美满啊，有2个翁，一个是户口内，另外一个是户口外。伊嘛有2个囡仔，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同款嘛是一个户口内，另外一个户口外。美满啊，你实在足好命呢！你的人生甲你的命同款，拢真美满呢。啥？我的人生美满啊！我的人生根本都袂输看到鬼同款。美满啊，伫18岁迄年，嫁予大稻埕一个大户人家的囡仔囝。伫洞房进前，伊毋知影即个翁生做圆也扁。毋过，所有亲情拢甲伊讲：你通准备好命啦！囡仔囝拢较得人疼，毋管食也是穿，拢占双份。啊，若做囡仔囝的媳妇，百面是食好、穿好，责任毋少。结局敢有影安尼？美满啊讲，看到鬼，就无人甲我讲，因老爸娶4个某，生10个后生，阁有7仙女。伊是第4个某生的第17个后生。因老爸连伊叫什么名都定定袂记哩哦。爱生做有成小生无？看到鬼哦，生做那门神，乌阁粗。第一暗就甲我对面头吵到要天光，害我这个新娘过当工险险啊爬袂起来。反正就是因为安尼，结婚这3个月，阮翁放调去做兵，啊，我腹肚内的囡仔嘛差不多3个月大。一个听到伊要放派去海外，我目屎哭到用要焦，伊竟然足残忍甲我讲。万一我若无转来，伫遐个少年，有机会就另外搁找人嫁，
知无？米满啊，因翁拄到海外时，深头啊，还阁有小批转来。批是对一个叫做马来西亚青云的所在行来，后来慢慢就无消息。迄时阵，台北嘛开始无平静。美国的轰炸机哪好神，规工赢赢飞，航空号我永远是走上尾。安怎讲？啊，都大都走袂叮当啦！美满啊，紧嘞，紧爬入去。好。真无简单，才爬入去。等下，你巴肚往内面，尻川往外口。啊，为什么啊？你莫问遐济啦，我讲就对啊啦。紧嘞，好。头先我毋知为什么，大家叫我巴肚往内面，尻川往外口。后来才知影，当时啊，伊的意思是讲，万不幸无人机若用机关枪扫射，我的身躯至少阁会使当枪支。我死无要紧，孙爱留咧。吼，你这个大家有影强，卡阁减酷刑哦。世局无平静，想袂到厝里嘛出大代志。听讲透早起床，拢爱食一碗乌骨鸡炖巴松的大肝，无病无痛，雄雄翘起。虽讲是伫咧非常时期，毋过出山的场面也是非常的大。你甲想看觅咧，四个某，佮加伫厝里的16个后生查某囝，也佮有内孙外孙，加起来100外人。使讲一个话，靠！迄3条街仔以外的人，拢叫是咧担水犁咧。夭寿，惊死人哦！哈哈，敢袂伤喊？毋若安尼，刷落来发生的代志，毋信的人一定叫是我咧讲梦噶。美满啊讲，因翁迄头的祖墓是伫观音山，当家滚的出山队伍，才当行上山尔，无想到空色金箔的水雷声又搁响起。迄美国的飞行机吼，可能是甲阮的顶头当作部队啦，才对淡水海口迄边飞过来尔，机关枪就开始扫射。大家是叫见计好哦，找所在避，找所在走。认真讲，阮大家还算袂歹。伊甲我捡咧对路下面跳落去，嘛真拄好。跳落去的所在拄好有一个比肩架头较宽小块的暗坑。我着拼死命对内面一直软。阮大家是拼死命伫外口一直甲我杀，佮大声甲我讲。你唔好怕你软啦，你巴肚爱顶面软啦，较袂伤着。毋过，伊话也袂讲煞，外面就哪像发生啥物大爆炸，摔落去是大地震。我一个黑暗形，啥物都无听着，啥物嘛无看着。后来咧，你安怎出来？后来，
我是互拖出来，规个暗空拢互土石砍掉咧。若毋是有人看到阮大家捅出来伫外面的骹，拢也毋知影，阁有我藏伫咧内面咧。好咧，佳哉，有恁大家迄支骹，啊，恁大家有安怎无？迄夭寿美国啊吼，可能是嫌机关清扫车伤慢，竟然规气弹炸弹啦！结局咧，死一个大官夭无够，迄天阁死7、8下来斗，啊！阮大家就是其中一个啦。可怜哦，一困头死7、8个，实在真侥幸哦。迄下晡真正袂输咧搬电影，众人除了无用搬尸体救受伤的人，你敢知影其他的人拢咧创啥？大家拢咧找棺柴啦！找棺柴？找啥物棺材？找阮大官的棺柴啦！哈？美满也讲，无人想会到迄炸弹竟然弹甲遐尼准，哪像拄好弹伫菜店路边的棺材顶，所以一堆人就伫还咧庆烟的窟仔内面找因大官。阿爸，阿爸，即马想起来吼，迄个场面实在凄凉又阁好笑，规山坪陆续一直有人咧嚎讲。阿爸，阿爸，啊，这一块骹啦！阿公啊，阿公，啊，这有伊的衫啦！大家死去啊！翁婿阁无伫咧，孤照插人群的美满，除了本地的厝以外，大官的手尾完全无伊的额。迄是1945年4月的代志。5月囡仔出世，8月战争结束，外面一世界拢是炮火声。19岁美满锁伫厝内抱囡仔看翁婿的相片咧哭，毋知未来要安怎过日子。咸菜生命中注定有贵人。有一天，美满抱囡仔去互医生看，伫街仔路拄着一个凄迷的相命仙，坐倒来，甲规巴肚的惊吓甲疑问，拢拼拼互伊。仙的啊，我哪遮歹命？大家大官拢互美国的炸弹蹦蹦死，阮翁嘛互日本啊调去南洋做兵，即阵毋知是生抑是死。害我伫房条内底无法度徛起，如今毋知要安怎过日子。太太啊，你先莫悲伤，先甲我讲你出事的事情，我才一一替你开破。哇，我招呼的头一档出世的生日是咱人12月初3的午时。12月初3午时，相命仙甲美满的生辰八字算算咧，竟然吐一个气，讲：自我生目睭到大，也毋捌看过桃花旺甲遮尔旺的人。一世人交往的对象，陪袂离，算袂完啊！算命仙上尾的结论是：假使未来若想要有安稳的日子通过，有2种行业甲你的命格真适配。倒2种行业？第一是开酒家，第二是开旅社。哈，开酒家甲开旅社？
无毋对，即两种行业拢爱含人直接盘烂，甲你大桃花的命格有合。美满回去，甲算命说那的话讲互厝内人听，想袂到连后头厝的人拢讲，算命说的话难听哩哦，狗屎拢会食咧。等到是美满啊，袂输那犯着煞，规个人撩落去，卖金仔做本钱，请人甲厝大改装。3个月后，用后生的名号的富源大女城正式开张。东港第一个大入来的人客，正就是迄个相命先的，而且自安尼一个大落去，就是15冬。毋若甲女城的房间当做相命馆，嘛甲女城当做家己的厝。头脑好，较输时机掠了着。后来，美满强在安尼讲讲，战争结束无偌久。大省市中南部的人走来台北，谁知过无几冬，却拄着唐山人走路来台湾。富源毋但生意好，有一站阁变做找人中心、联络站、地下钱庄甲职业介绍所。生意好，生活嘛无烦恼。毋过，美满心内悠然有怨叹。生理场哦，照你讲，应该是查甫人徛头前才对。啊，我哪会练一个无用的时会使斗骹手，忝的时会使我靠一个查甫人都无。毋过，美满啊有影桃花真旺，心内则偷偷啊咧想名，汉庭竟然就出现啊！汉庭原本伫南部的糖厂做技师，战争结束了后，国民政府来接收，伊无缘无故逢死头路，去一个走来台北，带入去富源四界找石头。伊虽然有学历，可惜又欠背景，有技术，毋过无口才。女城带2-3个月，找无半项工课通做，到尾来哪像连志气嘛无去。逐工骑自轮车，载美满的后生四界乱踅。等到美满啊，煞感觉这个人毋但老实，阁爱囡仔。上重要的是，伊逐项嘛拢会晓修理，对电火袂倒，电话袂通，水道头漏水到墙仔壁必顺，只要一声汉庭拜托一个，啊，就好势溜溜。一切放心，啥物都免烦恼。只是美满啊，后来常常甲人讲：你毋通叫是我阿姨呢？迄时阵，我只不过是要甲拐起来做长工尔。毋过汉庭都毋是安尼想啊，伊捌伫酒醉交话时阵，甲人讲：伊拢叫是我瘾头，其实啊。我早就发现伊看我的目神，甲看别人的时阵无共款哦。哦，安怎无共啊？伊看我的时阵，目神充满爱意哦。有影无影呢？我骗你要创啥？搁有啊，伊发现我咧甲注意的是啊。面过红呢？啊，啉着冒死啊！啉啦，啉啦！啊，来，啉啦！总讲一句，迄年尾个下暗，可能是因为2个人拢有啉淡薄啊，心情较轻松。美满啊，走去弄汉庭房间的门。啥啊？我啦。头家娘哦，啥物代志？无啦，我是想讲，你晚年啊，头路较歹找，
毋知你有啥物拍算无？拍算哦，我嘛毋知呢。上歹诶拍算，就是转去南部庄脚种田，饲猪，看破做种田人啊。敢若安尼，不如就留伫厝园，甲我斗骹手。你看，我连买艺嘛请你，可见我早就无甲你当做人客啊。你南部有阿爸母爱奉台，我知影，所以逐个月要偌济钱，在你讲，我袂互你食亏诶。抑阁有，我知影你介意阮后生富源，富源伊嘛介意你，即款诶缘分搁较难得。吼，这话已经讲甲遐明啊，较讲嘛听有。下话，你有随甲应好无？我当然了解伊的意思啊，毋过我搁咧等伊最后会安怎表示。哦，伊尾啊安怎讲？伊哦，伊讲，你当也无收入，我房间钱甲你收甲煞会歹势。若是无去嫌，其实你会使来我房间甲我客一个。真诶啊假？臭单是免本钱呢。毋信，你去问伊。美满啊无正喙，颠倒大方承认伊有安尼讲无毋对，毋过伊嘛讲，吼，伊大入来第一暝吼，我才知影，原来卖肥的狗遮厉害，讲家里都无爱放，哼。今仔日的广播剧《美满上集》是由吴念真原作，罗家书编剧，杭玉华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20岁美满何伟霆演出，50岁美满洪昭文演出，阿德魏宗仁演出，汉庭齐志刚演出，厝边任成英张玉文演出，亲情吴家珍何伟霆演出，大家罗培双演出。查某囝桂枝玲演出，查某孙陈宣武演出，邵明先、林玉林演出，啉酒的朋友关凯欣演出，美满的阿兄魏宗仁演出。出心内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赖兴礼，图念张玉婷。逐摆读导演的文章，拢亲像导演亲身来到我的面头前来讲故事同款，对着伊的脚步，有韵仔行入去故事情景内底。照美满家己的讲法，伊的一生毋是美满的一生，
是哪像看到鬼的一生，比电影般的搁较传奇，比八点档般的搁较含糊。按文章前后甲看起来，李婉出生于日人时代尾期，嫁翁了后，随着经历按黄求功夫，有心要走皇宫后，送大官上山头，说互美军来轰炸，连大家嘛早甲无去啊。无依无我的美婉伫将阵了后，家己做旅社生意来请囝，好佳在有好人来做伴。无偌久拄着二八事件，2年后，阁因为白色恐怖，意外收养一个查囡仔。导演用平顺的开口讲出伫遮的大事件内底，百姓经历过的生活，迄个时代的女性，阁较软正嘛，互活甲严硬，阁坚强，喙齿紧加咧，关关难过，关关过，拢是为着要还家，要请囝。美婉收养查院迄年，因翁对南洋转来，迄个同齐生活3个月，离开5年外，户口内的翁婿，毋是那乌打散，阁操劳，身体虚，阁困袂安稳，战争、夺命、公判死亡，甲某囝死亡，甲伊操甲7/3票散了了。这就是人讲的创伤症候群，讲着美婉伫2个翁中间的情形，趣味，煞有淡薄仔悲伤。敢讲查甫人的压底啊，若有钱就会作怪。面对这款无法度走闪的运命，美婉嘛无怨叹，颠倒是认命接受，讲是天意。故事的结果其实是圆满美满的，若讲是看到鬼，迄嘛是好鬼。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甲伊做伙，เรา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专门客，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后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好，今仔日非常欢喜邀请3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来挑战咱的台语教室。第一位是咱台文研究所的林静优，静优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优。第二位是咱法律系林碧涵，碧涵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碧涵。好，第三位是政治系潘水玲，水玲你好。大家你好，我是潘水玲。好，感谢3位同学来挑战。也今仔日伫咧节目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理工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老师，老师你好。好，大家好。好，真感谢鸿辉老师透过网络连线现场甲咱指导。另外，还有2位台语老师提供翻译的参考，一位是咱台湾歌册学会前理事长萧林春老师，另外一位是台文家事物计划发起人吴希美老师。好，上来去就来进行咱今仔日第一个题目。第一晚就从明头把我整到快天亮。第一晚就从明头把我整到快天亮。好，这句话台语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讨论。地头甲我出，冲到要天光。
头一暝就为眉头甲我创甲要，甲我发甲要天光啊！后来洪伟老师请。所以对啊，讲是东风花烛夜吼。对。所以我原本唔知影是这个情景吼，所以我原本翻的无啥对答。对答用笔啊吼，是毋是？你都要用笔？对。我感觉是 OK 啦吼，用母嘛会使啦。母甲要天光，母甲要天光。这拢 OK 啦。好。那会当用？你若是讲第一也是？你拄头前遐是用第一遐？头一暝。好，头一暝，好 OK，好。若讲第一也毋着较欢喜开啊啦哈。咱第一。其实当然啦，你要搁较口语是头一暝无毋对啦，第一嘛毋是袂当用啦，嘿。就是白话甲白话也是较文言的差别啦。好，感谢洪伟老师的说明。所以，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哈。先来听吴希美老师。头一暝尔，我着为暗头啊，舞甲强要天光，才通收煞。好，所以去萧凌春老师。第一暝就对暝头，甲我整理到天未光。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所以去第二个题目。出殡队伍浩浩荡荡才上了山，出殡队伍浩浩荡荡才上了山。好，来请同学讨论。出山，这是队伍，出山的队伍，浩浩荡荡，就老的那种，气势，是。出山的队伍才有气势上了山。好像洪伟老师。这句话袂使哦，毋是上了山哦。小可上了山就欢喜啊。我是翻做讲出山的队伍，规定声势真大，上山头。上了山这无算台语啦哈。嘿。好，咱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翻译哈，来听吴希美老师。出山的时，迄队伍规大帮人，拄到山顶尔。好，规大帮人。再来，咱来听萧凌春老师。出山队伍气势真大，才上山。好，互咱可能后面要有同学做参考。好，上来去这个题目真简单，干那4个字。势单力薄。势单力薄。好，这是一句成语哈。台语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讨论。我就想到一个就狗叫差狼滚啊，厉害呢哈，就厉害，就厉害，就这一句了。狗叫差灵滚，狗叫差灵滚，安尼讲较好势，请洪伟老师指导。这是人滚哈。狗叫差人滚，咱这俗语咧讲是用人滚，毋是人滚哈。当然这个有我嘛是有其中一个版本是翻狗叫差人滚啦。不过嘛，共款迄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毋知影伊这个所谓的势单力薄的迄种语境是放伫咧讲什么话啦，所以无一定完全哈。当然就意思来讲应该对，毋过爱看伊是咧写啥，敢有适合狗叫差人滚。另外一个较口语的可能是可比讲孤单无力等等啦吼，但是就是讲爱看迄到底是咧写啥啦。所以嘛，就来看伊的整号文是咧讲啥哈，再来翻啦哈。好，感谢洪伟老师的说明，所以来听讲希美老师的讲法。大官过身啊，健康阁无伫咧，孤一人单单靠伊家己尔，费力无啥够。好，再来是萧凌春老师。势力薄弱，势力薄弱。好，三位老师的讲法，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搁再说入去第4个题目。着了魔般地下赌注，着了魔般地下赌注，着了魔般的下赌注，台语安怎讲较好势？请讨论。无咧播唔知影啦。哦对啊，对搞嘛，张惠你无吧？哦，刚无啥。
那像和模型那看起共款热度。好，安尼讲敢好势，请洪伟老师。咱会当用地图这个词啦，拄则毋是啥物人有讲着地图啊，地图。咱会当用地图这个词啦。啊，因为迄个歹势吼，因为迄个台长互我的文字有淡薄仔错字，所以我毋知影讲是咧讲着了魔，这个是啊，因为错，所以是。本来是俩做讲是。下姓名地图安尼，我本来是翻安尼，因为我毋知影这个字写安尼吼。是。嘿，啊，若准讲要讲着了魔，我是感觉无定定当考虑用反刷，啊，当然都要讲，敢若互模型啊看起，这是较口语直接嘛。哦，反刷，卡着音敢有算。也是可能会通。好来，咱来听吴希美老师的讲法。美满颠倒发胶红，下性命去搅经啊半。发胶红，佫会使讲红搅，做搅鬼，做跋搅仙，起搅神，起搅笑。那就虾毛虎心咧落肚。哦，虾毛虎心，买使安尼讲啊哈。好，所以去上尾一个题目。当命中的某颗星辰走到哪个位置，该遇到的事怎么也躲不掉。当命中的某颗星辰走到哪个位置，该遇到的事怎么也躲不掉。好，这句华语词台语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讨论。七，这个七嘛，星辰就只有差不多七，对啊，就。这是属于它的七，给它多结尾。当然是紫微斗数的一种，对。当命中的某一粒星行到什么位置的时阵，会拄到的代志就是避袂去。真水。好，来请洪伟老师指导。这嘛是我无解确定迄个语境咧写啥吼，虽然大概有啦，不过问题是伊所谓该遇到的事是咧记什么款代志啦，因为。我本来是甲想做可能较无好的代志的时阵，所以我甲翻做讲命运注定爱行到倒，杀青该败，安怎闪嘛闪袂离，安怎闪都闪袂离，即类的啦。就是讲因为我想象是讲是毋是无好的代志，但是来看伊到底是咧讲什么代志。伊这是咧讲即个美满定来讲真侪代志，做好好，莫提起。呀，其实就是所谓做好好，所谓注定安尼对啦。好，过来听看名，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翻译，来听吴希美老师。伊运命内底迄粒星，若天注定，就是会行到遐，安尼会拄着的，佮安怎嘛无通走闪。会拄着的，佮安怎嘛无通走闪。好，所以去薛凌春老师。当命中的某一粒星行到迄位，该拄着的代志安怎闪？嘛闪袂离。好，薛老师是讲闪袂离，也拄则真有讲的，或者秘袂去，即句敢有算台语？较无遐好哦。较无遐算台语哈，秘无路就有算啦，秘无路会使啦，秘无路会使哈。好，今仔日非常感谢洪辉老师现场甲咱指导，也佮有3位成功大家同学来挑战，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剧内面演少年美满的侯伟霆，我是演汉庭的徐志刚。今仔日的节目听煞，唔知你敢有啥物感受甲想法，想要甲阮讲咧？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话分享，卖使写文卷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小的礼物要相送，欢迎你斗阵来斗绕热，请上咱文科电台详细了解。
我觉得贵啊，阿公诶，叫人来叫阿公。阿公阿婆拢爱有哦。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监制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萧凌春、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子贤、上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配乐。详细内容请参考电台网站，还有影片的说明。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美满》下集，欢迎准时收听。战争早就已经战。神的啊，我哪只歹命，大家大官拢互美国的炸弹碰碰死，阮翁嘛互日本仔调去南洋做南洋。敢若安尼，不如就留伫厝园，甲我斗骹手。你看，我连买艺嘛请你，可见我早就无甲你当做人客啊。